determined that the memory of my evils should die with me. 歡迎嚟到買飛佛，聚焦電影評論、票房趨勢與幕後故事。每月一次，帶你用新嘅視角睇見光影之美。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為2025年由 Netflix 推出嘅原創電影作品，由奧斯卡獎導演吉勒摩·戴托羅 Guillermo del Toro 自編自導，改編自瑪麗·雪萊 Mary Shelley 於1818年發表嘅同名經典小說。影片講述天才而傲慢嘅科學家維多·法蘭肯斯坦，由奧斯卡·艾薩 Oscar Isaac 飾演，試圖以科學之名創造生命，最終孕育出一個外貌可怕、內心卻渴望理解同愛嘅創造物，由雅各·艾洛迪 Jacob Elordi 飾演。電影延續戴托羅一貫嘅哥德式美學與童話氣質，全片約149分鐘，定位介於科幻、恐怖與嚴肅劇情之間，係一部野心明確、風格強烈嘅改編之作。本片由戴托羅親自操刀劇本同導演工作。呢位墨西哥裔導演以《潘神的迷宮》、《水形物語》等作品，奠定其喺當代影壇中獨樹一幟嘅地位。科學怪人亦都係佢繼2022年 Netflix 動畫長片《皮諾丘》後，再度同平台展開嘅大型合作計劃。製作方面，由戴托羅嘅製片公司主導 ，Netflix 負責全球發行。配樂由奧斯卡獎同期長期合作夥伴亞歷山大戴斯培 （Alexander Desplat） 美術與服裝設計，同樣集結國際一線創作團隊，使本片喺工藝層面展現出近乎奢華嘅完成度。Preparation, and then open yourself to the accident and to what happens. Cut. Very nice. Now. 戴托羅嘅科學怪人喺敘事結構上進行咗顯著重組。電影以1857年一艘受困北極冰原嘅丹麥船隻作為框架，船員喺冰海中救起垂死嘅維多法蘭肯斯坦，隨後卻遭到一個具備異常力量同治癒能力嘅神秘生命體襲擊，並且被要求交出維多本人。喺生死壓迫之下，維多坦誠自己正係呢一個怪物嘅創造者。故事由此展開層層回溯。影片嘅核心始終圍繞原著最具震撼力嘅命題：創造者與被造者之間無法迴避嘅倫理與情感糾葛。戴托羅並未將重心放喺恐怖奇觀嘅累積，而係持續深化角色嘅心理層次，將孤獨、渴望同被拋棄嘅痛苦置於敘事中心，使怪物成為情感上最具人性嘅角色。角色嘅表現，奧斯卡艾薩飾演嘅維多兼具天才嘅傲慢與人性嘅脆弱，佢嘅表演細膩咁呈現角色從狂熱逃避到悔恨嘅心理轉折。雖然喺部分情緒高點略顯戲劇化，但整體仍然成功塑造出一位被自身野心反噬嘅悲劇人物。雅各艾洛迪對創造物嘅詮釋則堪稱全片亮點。佢大量依賴肢體語言與眼神完成角色塑造，使呢個經典形象跳脫純粹嘅恐怖符號，轉移成為一個渴望被觀看、被命名、被愛嘅存在物。其他配角如米亞高芙、Mia Goth、基斯杜化華茨、Christoph Waltz 等人，為敘事提供必要嘅情感支撐與推進功能。整體而言，影片喺角色層面營造出濃厚嘅黑暗美學與氛圍，但係節奏偏慢、鋪陳冗長嘅問題，亦都成為部分觀眾嘅觀影門檻。科學怪人採取非傳統嘅發行策略，於2025年10月先行喺部分戲院限量上映，隨後於11月7號全球登陸 Netflix， 上線後迅速登上平台英語電影排行榜首周觀看次數約達2910萬次，並喺全球70幾個國家進入前10名。評價方面，爛番茄專業評論約維持喺85%新鮮度，觀眾評分則高達90%以上。Metacritic 嘅評價相對分歧，部分評論肯定其視覺同作者風格，亦都有人批評敘事節奏緩慢。整體而言，呢個係一部評價兩極卻高度可辨識嘅作品。
科學怪人延續咗瑪麗雪萊原著嘅哲學命題，卻以更具現代意識嘅結構重新組織敘事。戴托羅刻意削弱科學奇觀嘅展示，將敘事重心轉向創造者與被造者之間嘅倫理對峙。佢最大膽之處在於讓怪物得以言說，而非僅僅咆哮。I made you well. I need you to make a companion for me. One like me. A companion. 全片嘅情感推進並唔仰賴情節轉折，而係建立喺台詞節奏同思想辯證之上，使其成為一部並不討好嘅敘事電影。節奏緩慢，篇幅冗長，近乎19世紀書信體小說。然而正係呢種近乎不合時宜嘅文學化姿態，使其得以跳脫當代工業敘事嘅機械框架。作為吉蘭摩·戴托羅創作生涯中最為壯闊且奇麗嘅作品，科學怪人或許唔及水形物語嗰般絲密細膩且持久咁震盪人心，卻幾乎匯聚咗佢全部嘅作者成母題：狡詐而貪婪嘅男性，純真而善良嘅怪物，潛藏於內心深處嘅伊底帕斯情結，以及對禁忌之愛嘅執着與自毀。片中男主角自有潛意識咁愛戀母親，並且將父親視為權威與競爭。而隨住年歲增長，佢又愛上咗弟弟嘅未婚妻，嗰位容貌酷似母親嘅女子。呢層情感糾葛不僅是揭示咗角色心理嘅裂縫，亦都讓創造同慾望之間嘅關係更為曖昧。導演讓同一位女演員同時飾演母親與弟媳，既非巧合，亦都非炫技，而係一種潛意識嘅符號投射。主角永遠被困於佢自身慾望嘅原點，如同佢無法逃離自己親手創造嘅生命。歸根結底，呢個係一個關於責任嘅故事。生命一旦被創造，就再也冇辦法退回。村莊裏邊老爺爺教怪物讀書識字嘅段落，提供咗全片最純粹嘅溫柔時刻。即便結尾略顯倉促，冰面航船、人體解剖同閃電實驗嘅高難度場面，仍然展現出驚人嘅視聽完成度。科學怪人或許佢會勸退部分觀眾，但對影迷同文學讀者而言，戴托羅嘅科學怪人依然係一部值得反覆進入嘅當代經典改編。This was the way of the world. It would hunt you and kill you.